大家好，我係一談。最近我成日喺度諗一個問題，點解我哋咁多人都覺得人生好辛苦、好痛苦？慢慢諗落去，其實呢個問題好自然就會去到哲學層面。整理咗一輪之後，我發現好多哲學家其實都係圍繞幾個方向去講人嘅痛苦來源：一係慾望同自由，二係無常同離別，三係挫折同苦難，四係人際關係。今日我哋就先由第一個開始，慾望同自由。德國哲學家叔本華，我自己叫佢悲傷主義者 emo 仔。佢覺得世界最根本嗰樣嘢叫做意志，係一種盲目嘅冇最後目的嘅生命衝動。所有生物都係不停咁想要追求、爭取、慾望，其實只不過係呢個意志喺我哋心入面嘅具體表現。換句說話，叔本華係覺得人其實一路都係俾慾望操控住，並冇真正嘅自由意志。而我哋覺得幸福好多時只係因為嗰一刻啲慾望啱啱被滿足咗。所以慾望唔係偶然喺度浮起嘅細念頭，而係我哋存在嘅方式本身。只要你仲活住，就係喺意志驅動之下不停咁渴求同掙扎。佢甚至覺得人生最終能夠達到嘅目標，只能係認知到一件事唔存在可能會更好，即係話唔出生唔存在可能仲優於存在。講到呢度，我想拎一套同今日主題好夾嘅電影嚟講，就係《靈魂奇遇記》，一套 Pixar 喺2020年出嘅動畫電影。主角阿 Joe 成世人都有一個夢想，就係想喺爵士樂團入面做鋼琴手，但現實就係佢只係一間學校入面嘅音樂老師。直到有一日，佢終於喺酒吧樂團試鏡成功，樂團領班杜拉仙都肯定咗佢，仲叫佢當晚嚟表演。喺佢以為自己夢想終於要實現嗰一刻，佢因為太高興，一路行一路唔專心，結果踩親坑渠跌落去死咗。阿 Joe 唔肯接受自己就咁死咗，喺靈魂去到盡頭以後 Great Beyond 途中走甩，意外嚟到起點之前 Great Before， 即係靈魂出世之前嘅世界。喺嗰度，每一個靈魂喺投胎之前都會慢慢培養自己嘅性格、興趣同唔同特質，仲要到屬於自己嘅火花，先可以拎到張通行證落地球。阿 Joe 因為種種誤會，被當成一個靈魂導師，安排去帶一個極度厭世、完全唔想投胎嘅靈魂，就係22號。之後發生一連串意外，阿 Joe 同22號一齊返咗地球，但係返錯晒位，阿 Joe 嘅靈魂入咗一隻治療師嘅貓身，而22號就入咗阿 Joe 嘅身體。22號第一次真真正正用人嘅身份生活，開始感受到一啲好細微但好真實嘅快樂，好似食披薩、感受風喺皮膚度吹過、聽音樂、同理髮師朋友傾偈、喺街度望住人嚟人往，留意生活入面好多細節。慢慢之間，22號發現原來人生嘅美好唔一定要靠一啲好偉大嘅夢想先會出現，原來喺日常生活一啲好細好普通嘅片段入面都可以揩到美好。呢啲經驗點起咗佢嘅火花。但阿 Joe 就唔認同，佢覺得火花只可以係一個清晰嘅人生目標，於是佢否定咗22號嘅體驗，強行拉返佢去靈魂世界，換回自己嘅身體。被否定嘅22號覺得心灰意冷，最後變成咗一個迷失嘅靈魂。後來阿 Joe 喺酒吧成功完成咗演出，表面上佢係完成咗畢生夢想，但係嗰一刻佢反而覺得好空虛，冇預期中咁滿足。直到佢回顧返自己同22號喺地球嘅過程，先真正明白火花可以係任何令你覺得活着真好嘅微細瞬間，而唔一定係一個圓目嘅人生目標。阿 Joe 醒覺之後，折返去拯救22號，最後22號終於肯落地球，並重新開始佢嘅人生。前面我哋提到叔本華嗰句不存在會更好嘅思想，其實好似一開始嘅22號，22號喺生之來處留咗好耐，心底裏係對自己同人生一啲信心都冇。佢見過好多導師，聽過無數理論，但一直對唔到任何一樣嘢值得去為之活一生，所以佢得出一個結論：人生根本唔值得冒險，留喺呢度舒服安穩咪算。佢又覺得地球好多壓力，好痛苦，好混亂，做人好似要為晒每件事拼命，同生之來處嗰種冇乜憂慮嘅環境比起嚟，做人好似只會受苦，好容易變成失敗嘅人，於是乾脆拒絕去地球。呢種諗法其實就係叔本華嗰種悲觀哲學嘅翻版。我哋好多人心入面都有類似嘅念頭，可能會諗，如果父母當初冇要我出世就好啦。但我哋要學識嘅係，出生並唔等於一定要追求啲勁誇張、勁偉大嘅成就。我哋亦要接受呢個世界本身就充滿痛苦，每日返工放工，日日重複一啲好普通冇乜特別嘅生活。但同時，只要喺某啲瞬間，你真係由心裏面覺得活着真係幾好，就已經好夠。嗰啲片段唔需要好瘋狂、好戲劇化，可能只係同朋友去食 sushi， 一個人望日落，同愛人去旅行，過啲好平凡嘅日子，呢啲都已經可以係你出生嘅意義。22號一直以為火花係一個宏大嘅人生目的，所以終於演唔到。
但當佢嚟到地球，試過食披薩，感受風吹過皮膚，望樹葉點樣跌落地，同理髮師朋友真心傾偈之後，佢就嫁到屬於自己嘅火花。電影入面所講嘅火花，其實就係嗰種令你想繼續活落去嘅生命衝動，唔一定係一個宏偉目標，而係嗰啲令你感到活着真好嘅平凡片段。講返叔本華呢一句好出名嘅說話，人生好似一個鐘擺，喺痛苦同無聊之間擺嚟擺去，慾望得唔到滿足嗰陣就痛苦，得到了就變成無聊。佢就係想講，每次你達到目標或者攞到自己想要嘅嘢，只係得到一段好短暫嘅幸福，之後人又會再追求下一個慾望，成個循環大概係咁：有慾望、苦惱、好短暫嘅幸福、無聊，再有新慾望。我哋成日就係喺呢個循環入面打滾。就好似阿 Jo 咁，當晚喺酒吧演出，雖然好成功，理論上係完成咗佢畢生夢想，但係完咗之後，佢反而覺得冇自己想象中咁開心。阿 Jo 跟住就同杜拉仙分享自己呢種空虛感，杜拉仙用咗一個魚吞大海嘅故事去回應佢。細魚話自己喺度海洋，老魚就同佢講：你而家喺度嘅就係海啦。但細魚唔信，覺得自己而家游住嘅只係水，佢想要嘅係一個更宏偉嘅海。呢個故事其實就好對應阿 Jo，佢一路都覺得真正嘅人生喺未來嗰個閃閃發光嘅舞台上面，而忽略咗自己原來早就喺人生嘅海洋入面，教學生同家人相處，踩單車、睇煙花、食好食嘅蛋糕，感受秋風，喺海邊聽海浪聲，活在當下，唔係一句心靈雞湯，而係要學識認出眼前其實已經係海。故事入面，阿 Jo 以為幸福只會存在喺成功做咗爵士樂手之後，於是唔覺意忽略咗自己，其實已經喺每一刻生活入面感受到生命。好似我哋平時咁，我哋好少會意識到個身體整體都好健康，只係好敏感咁感覺到鞋好夾腳嗰一啲唔舒服嘅位。同樣，我哋唔會留意所有順利嘅事，只會被嗰啲阻礙我哋意志嘅小煩惱困住。呢啲都暗示咗痛苦係最容易被直接感覺到嘅嘢，快樂好多時只係暫時唔痛苦嘅空檔。我哋可以做嘅就係學識感受自己嘅感覺，慢慢訓練自己去學感恩。例如每日諗返一兩樣值得感恩嘅事。叔本華有句說話：健康嘅乞衣其實比生病嘅國王更加幸福。呢句都係想提我哋好基本但好重要嘅嘢，往往喺我哋眼中係最唔起眼。講完叔本華，我哋再睇法國哲學家沙特。沙特覺得痛苦唔係偶然發生，而係人嘅處境本身一部分。因為人係自由嘅，要自己為人生方向作決定，但同時又要面對一個冇保證、冇固定意義嘅世界。喺電影入面，22號曾經問理髮師一個好尖銳嘅問題。人人都話每個人都要到啱自己嘅事業同理想，但你點知道你揀嗰樣真係啱自己？如果你揀咗一樣其實係啱其他人而唔啱自己嘅嘢呢，咁唔就代表你一世都困喺嗰度咩？22號又問理髮師係咪佢一早就天生注定要剪頭髮，所以先會成為理髮師？理髮師就好坦白同佢講，其實自己以前冇諗過要靠剪頭髮食，佢曾經想做獸醫，但係讀獸醫嘅學費好貴，經濟上負擔唔到，所以先放棄咗。22號再追問，咁即係你而家唔享受你嘅工作？理髮師答：當然享受啦，唔係每個人都要做發明家先有意義，可以令客人變得靚仔靚女，又可以同好似你咁有趣嘅人傾偈，我就已經覺得自己份工好有意義。沙特有一句核心命題叫存在先於本質。我哋可以用一個好地道嘅例子去理解。我記得見過一個梗圖話，點解耳機咁神奇，會生到一副啱啱好擺得入人耳仔嘅形狀？其實耳機喺被做出嚟嗰刻，佢嘅用途已經好清楚，就係俾人聽嘢。但人唔同，人唔係一出世就被上帝、天性或者命運寫好咗一個固定嘅人生目的。你係一個點樣嘅人，唔係單靠你口講自己有咩理想，你出生喺邊度去決定，而係取決於你真係持續做緊乜嘢。唔係因為我天生就爛就一定注定失敗，而係你每一次揀去努力、揀去拖延、揀去放棄，都喺慢慢構成你做緊一個點樣嘅人。呢個講法唔係否認家庭、經濟、身體、社會條件對你嘅影響，而係話就算處境有限，你都仍然要決定自己點樣回應。理髮師就係一個好好例子，即使環境限制住佢，冇辦法做獸醫，但佢選擇咗熱愛而家作為理髮師嘅生活，為每一個走入佢鋪頭嘅客人帶嚟改變。呢個就係佢對自己命運嘅回應。我哋可以學嘅就係好似佢咁，即使我哋唔係出生喺大富大貴嘅家庭，唔係 Elon Musk 或者李嘉誠嘅仔女，但我哋仍然可以用屬於自己嘅方法，喺有限嘅條件下，盡最大努力去回應人生，去承擔屬於自己嘅命運。沙特最出名嘅一句說話係：人被判自由 ，condemned to be free。
佢意思唔係話我哋想自由所以先自由，而係只要你有意識，只要你要行動，你就一定要喺好多可能性之中作決定。就算你話我唔決定，我拖住唔做，其實都已經係一種決定。既然冇人可以真係代你揀路，沙特就覺得亦冇人可以完全代你承擔你決定之後嘅後果。你可以聽父母、朋友、老師、社會嘅意見，但最後採納邊一套價值，行邊一步，都係你自己嘅選擇。喺電影入面，Joe 嘅媽媽一直反對佢去做樂團樂手，想去份穩定正職。當阿 Joe 拎到小學音樂老師嘅長約嗰陣，佢都選擇拒絕，去堅持試下做樂手。呢個決定代表咗佢要面對收入唔穩定、冇強積金、冇年金，仲要承受唔獲至親支持嘅生活壓力。呢啲全部都係佢要一個人承擔嘅責任，亦都係自由嘅詛咒一部分。我哋之所以覺得人生痛苦，好大原因就係我哋要承擔呢種自由嘅詛咒。每一樣嘢都冇肯定答案，但每一樣嘢都要由我哋親自去決定。決定咗之後，又要接受自己選擇嘅後果。可能性可以令我哋見到夢想，同時亦帶嚟強烈嘅焦慮。所以喺一個充滿焦慮嘅人生入面，你要做嘅唔係逃離自由，而係誠實面對自己。你唔可以以逃走焦慮為主要目的嚟揀人生道路，你必須直望住嗰份焦慮，唔好俾佢完全操控你，亦唔好用自我欺騙去掩蓋自己真正嘅恐懼。沙特唔係話痛苦唔真實，相反佢好清楚痛苦係好難受，但佢相信逃避痛苦只會令我哋活喺一個不真實嘅自己入面，反而係正面咁面對痛苦，先有可能帶嚟更深層嘅自由感同自我理解。佢用一個概念叫壞信念 （bad faith） 去形容嗰種逃避自身自由同責任嘅態度。壞信念唔係平時講嗰種普通謊言，而係對自己講大話。你將自己當成一個冇選擇，只能被角色或者外界決定嘅物件。日常生活入面好常見嘅壞信念包括：我就係咁嘅人，改唔到；將暫時嘅習慣當成永遠嘅本質；大家都係咁做，所以我冇得揀；用從眾當成免責理由。都係環境逼我，完全忽略咗環境限制之中，仲存在好多唔同回應方式。我等自己準備好先開始，用無限期等待去逃避真正要承擔風險嘅承諾。用壞信念去逃避迷茫，只會令你更加覺得自己同環境都好差，然後就更加絕望，就會更痛苦。呢個唔係叫你將所有失敗都怪晒自己身上，而係要拒絕用命定、人格標籤或者其他人去完全取消自己嘅能動性。沙特嘅自由觀好嚴苛，但亦好有力量。佢提醒我哋，就算處境好艱難，人都唔止係被動嘅受害者，而係仲可以透過自己嘅行動，重新界定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。如果用反今日成個主題嚟總結少少，叔本華提醒我哋，慾望會令人生喺痛苦同無聊之間搖擺。靈魂奇遇記提醒我哋，火花唔一定係偉大目標，而可以係活着真好嘅細微瞬間。沙特提醒我哋，痛苦同自由係人嘅基本處境，但逃避自由只會令自己更加唔真實。我哋未必可以完全消除痛苦，但可以學識一方面誠實承認人生好辛苦，另一方面喺有限嘅自由入面，慢慢反屬於自己嘅火花。喺一啲好普通嘅片段入面，認真咁講句，活着原來都幾好喎。